鹿儿岛的居民、甲企业、甲地方政府联手，翻转着故乡的命运。台湾的偏乡小镇，嘛有真侪人为抢救家乡的奋斗。来看新北市的贡寮，有一群居民侵入老家，甲废弃的空厝整理做社区的开放空间。结果，这个有机册店啦、咖啡厅啦，一间一间一直开，为偏乡带来无同款的风情，嘛为地方来创造就业的机会，促使少年人回乡。贡寮这个外海边啊小乡镇，咱看到在地人为着地方的创新，努力要来结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还有第一线的公务员满腹的热情，四界走踪，为小乡镇找出路。继续就来看台湾贡寮的创意甲创新。用吸盘放出美妙歌声，贡寮有机册店开门迎接人客。经几本册，住伫附近的阿嬷将册店当作家己的厝，家己随人开讲度过轻松时间。书店头啊，这买不到的啊，对无？买不到的啊，拢有古早种种的，你介意你加看，看你看看，摕来听。一本换一本，你袂使我摕我这好看我就摕，不是这样。外形古意思文的李随林甲创新团队的人，一年前就要到老家活化无地用的空间开有机册店，希望用免费换册方式汇集人气。如果像传统这种老街形式，很多外来的做生意的人，他因为人潮，他进来，他可能就租个空间就开始做生意，那反而把真正在地生活的人给挤走。好，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一个所谓新形态的创新的概念。我们选择的这种跟别的老街不一样的路线，其实我们就是在去规避，不要变成是另外一个创伤。那我们主要的就是要里面那个透明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把它的皮去掉。那两边刺刺的，先用刨刀把它刨除。在地人种的芦荟经过提炼，一步一步做成芦荟保湿膏。另外一边，老街开放的空间不定期举办课程，欢迎在地人甲外地游客参加。想学一些手作 DIY， 但是透过这样子的 DIY 的课程，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制作过程，用起来也比较安心。如果这边有人可以有导览介绍贡寮这个地方，我们会想要去认识贡寮的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或者是有什么吃的。彩色玻璃包东宝，魔术表演嘛丰富了老街风景。工艺一点决，讲破无价值，用黏的将白色甲青色两块玻璃甲黏做伙。伊是75岁王永信爱上贡寮山水美景，2019年7月份搬到老家，经营玻璃工作室，世界拢会使看到伊的作品。我有鼓励他们当地的居民啊，尤其年轻的，假日都会回来看长者啊，看爸爸妈妈。我说你们都要回来啊，你们都不回来。就是那个老会啊，孤零啊凋零在那边。万一你假如说不想回来，你可以住出去。来住的人你要挑选一下，他能够带进什么。蜕变中的贡寮老街开始出现生机，也不免怎将人甲吹回来。300公尺的距离，总共有70户114人。创新团队入来进前有24户是空厝，即马只剩15户。不过，这款的改变对贡寮区来讲，却是未付钱。
来到车头边的贡寮国小校园内，敢若高中低3个班级，学生人数为101学年度87个人，108学年度减到剩38人。校长阁讲出其他的运由。像这种类似这种隔代教养的学生，其实比例还是有点高啦，蛮大一部分是家长老师会必须去跟阿公阿嬷或是隔代教养的长辈来做一些家访。依照统计，贡寮区人口一年比一年较少，2018年12301个人，估计2050年只剩7700人。最近5年来出生率一年比一年较低，死亡率是大量升悬。解决贡寮人口老化外移的问题，未使搁前。2018年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预估2026年就会进入到超高龄。但是在新北市的贡寮区，1981年人口就进入负成长了，而且2012年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因此国发会推动地方创生，优先挑选全台134个乡镇，贡寮就是其中之一。安尼有够大量，安尼使好。柑仔桂花季节，才是高亢乌斑鲍鱼产季，当地人叫的是贡寮鲍鱼。鲍鱼的壳像火山一样，然后纹路；九孔的壳它光滑的，然后一个是比较大，一个是比较小。新鲜大粒的贡寮鲍鱼，免调味，煎大对使食。当年有1亿5000万的产单。因为超过60间的业者有共同的心声。要让年轻人返乡，第一点就是政府要投入一些更有吸引力的东西，比方说东北角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土地，那你要合法的释出，让这些业者来从事地方创生，比方说简餐啊、咖啡厅啊。如果一个池子五个的话，你看，你。不要说60个都可以请啊，你至少10家有请，我们就可以再增加50个或100个的工作机会。看我左侧的沙滩，就是我们贡寮海音乐剧的主舞场。靠海食青的贡寮人，家家户户拢有船，到伫附近的吴世荣带采访团队，伫双溪河体验生态旅行，不时会讲起到伊的童年生活。他以前有船的时候，都暑假偷开船来这边玩。小时候偷骑摩托车，我偷开船。我偷开船，真的，因为什么？贡寮人伫想讲，透过海上体验的活动，增加地方的财路，和少年人来故乡就业。但不实际行动却受到法规的限制。在我们的渔业法规定里面，就是说我们的渔船才能载客，3班啊，后边还有那种白啊，别当不能载客，得由市政府辅导我们。来做这个相关的法令的解套，让我们这边用创生也能够创造另一个生机出现。改变贡寮第一线的公务人员，这几年来嘛，伫地方走走，方式像他们日本的那种复古模式来行销他们自己的文化。那我们看看我们贡寮有没有可能？看到日本鹿儿岛考过新的公务人员，为了招员工化妆登场，贡寮区公所的科长陈伟成甲同事热烈的讨论。本来住伫台北的伊，20年前考调公职分发到贡寮，从呢他乡变故乡，决定伫遮成家立业。你唔通看这个小小的公务人员，有一个创新的大梦。有机书店要推动，他找不到志工，那怎么办？我就把我的大儿子抓下去做3个月的义工，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地方创生。甚至他没有人，我请我老婆、我的小孩子下去上课。伊着某囝全力支持的陈伟成为贡寮推动地方创新，当然嘛有受到阻碍。一个人叫做创业，一群人才叫做创生，所以相对的就会卡到以前的选举的政治的恩恩怨怨，有蓝的绿的各部分，所以我们会把这些的蓝绿的人，我们都把它牵进来，请他们放下身段，那也请他们相信我。解决完地方纠纷，陈伟成在国家主管机关国发会沟通。国发会它只是框预算。但是我们回来之后，要到子计划的时候，子计划要求的东西跟他当初答应的是完全有时候是没办法 match 在一起的。
几乎让我们的计划重新再来一次。这也是让我们的地方创生计划修了再修，修了再修。倒不如就面对面，啊，面对面。那地方的承办人员，乃至于有兴趣的民间社团或者社区居民都可以来参与，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说得很清楚。无希望贡寮的美好消失在岁月的洪流中，这场逆袭之战因还在勇往直前。敢若12000人的守阵集合，创新团队在地居民甲公务员的力量，期待复兴地方经济，创造共赢共生。因拢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让囡仔用伫家乡找到就业的机会，让这片山水美景会使永续经营。这个地方的风景的美推广给我们大家。我希望这一直住在这里，最好是不要再搬掉。可是我们相信，就是凭我们这股傻劲，就是做就对了。为这个日本鹿儿岛的出水池，到台湾新北市的贡寮，也就是孔仔寮，咱看到协力创新的模式，正在改变着偏乡的小城镇。后一段节目有一群真勇敢、挑战自我的少年人，透过马戏团的表演，和台湾踏上国际舞台。